各位歡迎收睇12點半新聞，我係林詠雯。先睇睇今日嘅新聞重點。市建局喺紅磡春田街重建一批舊樓，落成之後提供150個單位。人口老化，張建宗話必須引入外地勞工，解決本地勞動力不足嘅問題。比利時警方粉碎一宗恐怖襲擊陰謀，打死2個同伊斯蘭國有聯繫嘅槍手。詳細嘅新聞內容。市建局宣布啟動紅磡春田街重建項目，亦都係區內第8個由市建局自行開展嘅重建項目。陳柏儀報導。重建項目喺紅磡春田街2至24號商號同埋學園街2至4號商號，一共14個街號嘅樓宇，地盤面積超過1200平方米。重建項目涉及70個業權，影響100幾個住戶同埋15個地鋪商戶。合資格自住業主可以獲得相等於同區大約7年樓齡嘅現金補償，或者選擇樓換樓。成個項目成本係12億，估計會帶嚟虧損。以而家目前市場嘅價格嚟到做一個初步嘅估算呢，呢個項目可能係帶來虧損嘅。咁因為發展嘅年期長啦，同埋項目嘅變數亦都多嘅。咁包括市場狀況啊、建築成本啊等等，大家都知而家啲建築成本非常之高。咁另外項目咧亦都可能剩餘嘅地積比係充分利用等等咁，係有好多因素喺度嘅。市建局預計項目提供大約6700平方米住宅樓面，可以建造大約150個中小型住宅單位。另外有1000幾平方米可以作為商業零售用途，預計喺2023至到24年可以完成。亞洲電視記者陳柏儀報導。施政報告建議房委會以試驗形式出售公屋俾綠表人士。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期望喺明年上半年推出。梁家寶報導。黃遠輝話：為咗吸引公屋戶購買，預計會出售嘅公屋多數都係位於市區或者擴展市區。睇返今明2個年度落成嘅市區大型屋邨，包括有深水埗蘇屋邨同埋觀塘安達臣道。黃遠輝又指出，出售公屋嘅計劃好可能會變成長遠政策，而為咗試驗成效，唔會只係試一次，但係就唔會推出大量單位，而定價會低於居屋。如果居屋嘅價格呢係按照市價嘅7折咁樣去定價嘅話呢，咁自然嚟講呢個期望呢就話呢啲出售嘅公屋呢，佢個定價呢可能係市價嘅5折。甚或咧有啲提議咧就話不如咧按照咧建築成本啦。黃遠輝話，亦都要考慮出售公屋對於居屋嘅影響。咁如果有咗呢個新嘅出售嘅公屋嘅話，亦都係同時針對綠表咧，咁好自然第一個反應，而定價咧係低於居屋嘅話咧，好自然一個反應咧就係話咧居屋可能咧會非常少綠表去申請嘅。佢又話：公屋戶購買呢一類公屋之後，房署需要時間回收單位等等嘅因素，會延長編配公屋嘅時間。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寶報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承認，議員發起不合作運動，令到施政出現困難，對推動政策影響亦都好大，有時候令佢感到沮喪。盧卓瑤報導。林鄭月娥話：啱啱發表嘅施政報告全面，包含咗唔同範疇。但係佢承認政府施政有困難，因為部分嘅立法會議員半年前喺議會展開不合作運動，影響政策推動。啲公務工程不能夠獲得批准。我哋喺舊年嘅施政報告盡咗好大嘅努力去提出呢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咧，到今日都未批。到今日都未批，有陣時我都即係感到有啲沮喪。佢呼籲議員喺下晝嘅財委會盡快通過有關撥款。另外，林鄭月娥又話：本港正面對出生率低同埋人口老化挑戰，預計喺3年之後，勞動力亦都會開始下降，有需要研究吸納人才。呢個工作呢，就一啲都唔簡單嘅，因為先要睇咗香港未來嗰個經濟發展嗰方面個策略啊，個重點係點樣樣？未來嗰個經濟嘅產業呢，有啲乜嘢嘅人力嘅訴求，咁先能夠配合到嚟到做。咁同埋亦都要同各個界別啊、各個業界呢嚟去商討。佢強調政府除咗輸入專才之外，亦都會加強培育下一代，例如係擴大大學教育機會同職業教育導向方面等嘅工作。亞洲電視記者盧卓瑤報道。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認為必須引入外勞，先至可以解決本地勞動力不足嘅問題。又認為政府喺施政報告裏面預留500億做全民退保，係令人鼓舞嘅決定。蔡子璇報導。張建宗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候話，到咗2041年，香港每3個人就有1個人係65歲或者以上，包括97萬係80歲嘅長者。2035年勞動力又會比而家少20幾萬人，喺雙重挑戰下，必須引入外地勞工嚟補充。我哋講緊呢個係一個純粹靈活嘅調配人手嘅啫，就唔係講話大量輸入外勞，唔係話擴大嗰個輸入外勞。因為我哋整個外勞嘅政策好清晰嘅，就係3不。第一就係唔能夠係不可以剝奪或者係取代本地工人嘅就業機會。第二嘅就唔係愛嚟係拉低本地工人嘅工資，唔係我哋壓低工資嘅。第三亦都不能夠係損害本地工人嘅權益。佢又話，施政報告當中預留500億元改善退休保障，顯示政府有誠意解決問題。會喺扶貧委員會咧，下個月開始咧就會大量工作咧，所以咧行政長官亦都講話要喺今年嘅下半年呢，先至展開個公眾諮詢。咁公眾諮詢入邊一個框架點樣樣咧？個內容係點樣咧？我哋未來呢幾個月咧，就要喺扶貧委員會咧，係要真真正正去釐定好晒佢。佢又希望社會可以心平氣和溝通，定出具體方案。亞洲電視記者蔡子璇報導。張建宗又話，勞工處已經完成亞視11月欠薪調查，已經將個案轉交律政司跟進，形容亞視欠薪問題嚴重，又強調不斷檢控未必可以解決問題。12月嘅欠薪咧同樣咧，我哋亦都係勞工處做緊調查工作，咁而家咧亦都整理緊資料階段，亦都有員工出嚟係作證。呢個嚴重嘅，呢個都係一個幾即係長期咁落去咧，我哋都係覺得係幾困擾。我真係戥啲員工，我哋都係有啲就同情啲員工個處境，但係亦都明白到公司面對嗰個困難，所以希望能夠真係盡快處理好嗰個財政問題。亦都我知道佢希望下個禮拜發到12月嘅上半月嘅薪，我亦都希望能夠真係做得到呢一樣嘢。先天性代謝病輕則就會影響 BB 嘅腦部發展，嚴重嘅會死亡。施政報告提出研究為初生 BB 做篩查，有冇患上先天性代謝病？中大醫學院前年已經推行，篩查過程係點？一齊睇睇。2歲幾嘅子浩患有本丙酮尿症，係先天性代謝缺陷嘅一種，影響佢嘅腦部發展。子浩出世嘅時候，香港仍然未有篩查檢驗，如果唔係，佢可以早啲得到治療。其實佢係身體裡面缺乏咗某一種佢哋叫酶嘅 element， 咁令到佢吸收蛋白質嘅時候咧，其中蛋白質個 element 叫 PHE， 佢唔可以吸收到，咁而從而積聚咗喺身體裡面，變成一個毒素攻擊佢嘅腦部同埋中央神經。如果Day One知道嘅時候，我哋已經可以同佢飲食嗰方面咧可以控制咯。咁因而避開到佢可能譬如話對佢腦部受損或者中央神經受損嗰一 part 咯，因為呢一 part 如果真係損害咗嘅話，係唔能夠 recover 翻嘅。香港現時大約每4000名嘅 BB 之中有1人患有先天性代謝病，因為遺傳因子缺陷，導致缺乏咗某種酵素，妨礙新陳代謝。中大醫學院前年首創新生兒代謝篩查計劃，只要喺 BB 嘅腳板底收集幾滴血，就可以檢測到35種代謝病，1至2日時間就可以有結果。施政報告提出研究為全香港嘅 BB 做呢一個篩查，不過詳情仲要去討論。喺醫院定係喺母嬰健康院檢驗，包含幾多種嘅代謝病。BB 出世之後1至2個鐘頭，定係可以等幾日先至抽血。有醫生話 BB 可以喺食奶滿1日至到出世後7日之內做，但最黃金時間係出世之後48至到72個鐘頭之內。因為有一部分嘅代謝物咧，可能經過咗頭幾日咧，有機會降到一個水平，未必話 check 到佢係有事咁樣咯。值得擺落去篩查嘅病咧，都係一啲有得醫，而亦都有個時段係冇病徵，你可以篩查到佢嘅。院方開始篩查以嚟，已經檢驗過大約11000名嘅 BB， 驗出有3名嘅 BB 患有先天性代謝病。國際方面，法國巴黎面對恐怖襲擊，觸發歐洲新一輪嘅反恐活動。比利時警方擊斃2個槍手，拉咗1人，粉碎一場襲擊陰謀。
警方相信槍手同伊斯蘭國武裝組織有關係。孫兆琴報導。警方特種部隊喺比利時東部城市韋爾維耶展開反恐行動，喺一棟建築物同槍手駁火，槍聲同爆炸聲不停。警方話槍手使用嘅係重型武器，行動當中有2個槍手被擊斃，1個人受傷被捕。佢哋都係比利時公民，相信係同伊斯蘭國武裝組織有聯繫嘅聖戰組織分子。佢哋去過敘利亞接受恐怖襲擊訓練，上個禮拜先至返去比利時。警方隨即開始監視，又話疑犯收到指示，計劃喺比利時發動恐怖襲擊。目標係包括警局，報復比利時參與美國針對伊斯蘭國嘅空襲。警方話暫時冇證據顯示槍手係同法國巴黎2宗恐襲案有關，而比利時已經提升反恐嘅警戒級別，喺布魯塞爾等10幾個地區搜查可疑分子。而喺巴黎，查理周刊槍擊案中2個遇害嘅漫畫家舉殯。其中1個漫畫家嘅靈柩上畫滿咗漫畫。法國總統奧朗德話：法國嘅伊斯蘭教徒同埋其他公民都享有同等嘅權利同埋義務，所有宗教都係兼容嘅。極端分子發動恐怖襲擊，最終嘅受害者會係伊斯蘭教徒。而美國國務卿克里就由保加利亞轉抵巴黎，將會同奧朗德會面。克里否認今次係要為美國官員缺席早前巴黎反恐大遊行而道歉，佢強調係要對盟友表達反恐嘅支持。亞洲電視記者孫石勤報道。教宗方濟各展開喺菲律賓嘅訪問，受到熱烈歡迎。教宗強調尊重言論自由，但應有所限制，認為任何宗教都有其尊嚴，唔應該受到侮辱。林太基報導。教宗方濟各坐車前往總統府出席歡迎儀式，沿途數以10萬計嘅信眾歡迎。菲律賓總統阿基諾3世喺門外迎接，正式為教宗舉行歡迎儀式，一同檢閱儀仗隊，為5日嘅訪問行程揭開序幕。教宗今次到訪重點之一係關注貧窮同埋兒童等問題。佢沿住紅地氈行入會場嘅時候，有人將一名手抱嘅 BB 帶到去教宗面前，佢特意停低輕撫，為呢一名 BB 祝福。教宗呢一次嘅活動包括星期六會去到2013年受風暴海燕重創嘅塔克洛班市探望當地民眾，星期日就會喺馬尼拉舉行大型